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念牧师。4月20日线上的真实敬拜，士师记11章32到40节。今天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福音朋友曾经问过我，哎呀，牧师，为什么圣经这么样的残忍啊？不近人情，不公平，还有哎呀，真的是很难以理解啊。对了，你这个报告有说下周要为圣餐来准备，所以请问我下周来要准备什么食物会比较适合圣餐啊？或许你会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笑话，这个真的是这怎么解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我们若是没有圣灵启示我们，还真的很多的地方我们以现在的情况很难以解释啊，也很难明白。因为文字上的这些字有时候真让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字面的字叫人死，而它的经义才能叫我们活啊。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碰到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子的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许，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如果按照字面来看，真的是本来欢喜的事情便是一个哀哭的事。昨天我们已经讲，我们不应该再对着我们的神来许愿，因为圣灵既然已经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何必这个花设天主呢？那只是我们的血气或许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励士兵，但今天所要面对的就是自己许的愿望，那么怎么样子来就是按照许愿来做呢？真的很难但我们想应该有许多我们可以想的。耶和华他既然许这个愿望，那么他又觉得不
会是他女儿出来，那么请问他预设了立场，他的动机是不是早就已经不是那么纯净呢？他预设是谁呢？神鉴察我们的心哦。而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他的女儿确实是一个可以来讲，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女英雄嘛哈既然他的父亲是这样，那么说了，他也愿意奉献，他为了这个国家，他也跟他父亲一样哦，会觉得说既然对神许愿了，那么我愿意。只是他有个条件，他到这个外面的地方，为自己是这个要献上自己而哀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段经文，我们怎么看？当然有的人是按照字面来行，当然字面就是字是怎么说，燔祭，那么就是燔祭献上没有疑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神如何会欢喜杀人献祭呢？慈爱的神他绝不喜欢献人为祭，而且圣经里面明明禁止杀人献祭，不管是在申命记12章或耶利米书7章都有写到。另外我们看到延迟了2个月后才献燔祭，其实这个都不能显出当时候他们对神的心意。所以当然也有人说，那么这个不是，这应该按照灵意来解经才对。灵意的话，那怎么解呢？就是说耶弗他献女儿为祭，不是真的献火魂祭啦，不是把它烧了啦，而是只是终身未嫁人，按照灵意来说也就是照所许的愿而行。那这个到底哪一个才是能够完全呢？才是适合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面对这段经文，我们只能说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要学的启示是，我们不要献上神不喜悦的祭。而什么是神不喜悦的祭呢？神又是什么是他喜悦我们献上的祭呢？到今天新约，亲爱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天先站在我们在新约我们所看的。到罗马书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现在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按照字面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那么意思是说神要我们的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保罗自己也说了我们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我们是按照神他给我们这个经文主要的精神的意思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都是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对我们的心意，而且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保罗他要表达的是，我们的身体不是只有我们的呼吸这个肉体，更是我们整个人，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圣灵的殿。我们要使我们内外里面外面内外都是一个对神赞美，我们都是一个真实敬拜。敬拜就是主啊，将荣耀归给你，我愿意献上我自己，而我这个自己是从你而来的。或许我不愿意献上那失败的自己，但主你要我献上，在你手中虽然是失败，
虽然是不好看的，虽然是或者是我看为宝贵的，或者是我不甘心的，主说，如果你献上，你完全的俯伏顺服，这是真实真正的敬拜。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那外在意思，那圣经字面上的意思。愿我们天天来读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我们读到神那真正的经意，是神要对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你跟我说的。他要我们献上的是我们全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一切，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所做的，我们做的决定可以合神心的意义，神的心意，愿神的心意成就在这时代，好不好？我们来想，神既然说我们使我们的才干做新约的仆人，而这约不是字面上的法律，而是圣灵的约。因为字面上的法律带来是死亡，但圣灵赐的是生命。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活活的祭。我们要献的是什么呢？愿我们都能够成为新约的执事，甘心乐意献上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呼召我们在新约时代，这个时代，主啊，你要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愿我们用全人全心全意真实的敬拜你，用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人生，真实敬拜的人生。我们下次见。